耶和華顯現說：我以永遠的愛愛你，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。我要再建立你，你就被建立。你必再以擊鼓為美，與歡樂的人一同跳舞而出。又必在山上栽種葡萄園，栽種的人要享用所結的果子。日子必到，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說：起來吧，我們可以上到耶和華我們的神那裏去。